台湾大学古机械馆1943年起来，因为这已经真久啊，搁捌互艺讲是这代代上界歹的建筑。后来这古机械馆互列入历史建筑了后，修复超过10年，这阵是正做新的代代工学博物馆，当中是展出真侪机械系书生的作品，咱做伙来看。 为台大机械系毕业54年，朱国友不时会登去台大行行。一天，伊甲将台大机械系教授2007年应提的郭景忠教授做伙来找现任系主任，就看到捌上课的旧机械馆变身啊！旧机械馆的教室上起来的话比较温馨啦，因为那工学院那个大楼那个馆那个就是钢骨水泥，没有感觉。 旧机械馆变台大工学博物馆，涂骹伫走的太阳能赛车、天顶伫飞的轻航机，演过机械系学生设计甲成果，也有数控制60年代的课表、上课的教具、手写论文，哪行哪看，想起较早真侪代志。 我觉得这个构想很好了。当时有些人认为说，怎么留一面墙，好像觉得留的太少。作为一个博物馆，当时有点苗条了一点。伫1943年兴建的台北地大时期的旧机械馆，捌因为使用真侪年，学校无存来的经费通修补，互人批评是台大上歹的建筑物。学生囡仔捌伫遮办几学活动，后来互人指定做历史建筑，修复规划到修复超过10年，经费开几落亿。 所以这10年当中，入学的学生对这个空间是没有情感的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特展，告诉大家说这里重生了，我们要重新在这个空间写下新的生命。 翻新了后，变成在历史的博物馆，修展作品无算多。不过台大机械系教授、工学博物馆筹备处馆长吴玉喜讲，期待找到系友的情感，嘛为社会人文的角度，讲出工程研究的故事。 用过去所做过的一些很难得的飞机啊、太阳能车这些，可以唤起汽油的一个感情之外，那也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台大机械的一些工程研究发展是走在时代的尖端的状况。工程是因为生活早设计出来，工程不是冷冰冰的代志。台大工学博物馆期待未来会当透过更侪定有的展览，带来超越知识的境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